么会有球尺？特别吸引大家，你要不要去拍照？好，还好看一点哦。1、2、3，好，那我帮你放。等我准备好。1、2、3，准备那个黑帮老大。怎么样？不是啊，怎么会有？笑得那么开心？有那些新安排。没错。加2个6， 3个2，4个6， 5个5， 5个5啊，是吧？这是3个，4个，哎，5个1也是。喝啤酒什么味道？我没有喝过。应该很知道人生的味道。你让我很老一样。经历很多哦。先干一杯。干了。没有，就是比较苦一点的气泡水。可以先称。你是不是很想要喝这个？知道你想要喝就行，但是好，感谢。没时间，不要夹起来。还要抖，你还要抖一下。你要不要来唱歌？放啊！你要唱吗？那我们给你唱。可以啊。啊，有。恐惧，直到我失去力气，直到我有了你，我不见不见，需要你的声音，需要你的呼吸，我只想喜欢你明明生气，却假装丝毫都不会在意。喜欢和你从晚上聊到的认真到生气，慢慢靠近你，偷偷想起你，说到现在你是不是有点动心？不错，不错不错，唱歌的喝酒，喝酒的唱歌，喝酒唱歌，唱歌喝酒。下一首，好，下一首。就像是录影的时候没有唱歌，现在要认真唱那个歌词。OK， 我需要有那个情绪，给我一点情绪。感受到那个真心情谊。换我唱给你听。我们可以一起唱歌。我点这首歌叫做《爱很简单》，因为你让爱变得简单。